主后2025年5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主不变的疼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85篇第10到1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85篇。科拉后代的诗交予圣乐长。上主啊，你有施恩，予你的地，以色列受掠的人，你有解救因倒来。你有赦免你子民的罪恶，撤销因一切的罪过。你有收回你朗总的受气，煞你猛烈的受气。拯救阮的上帝啊，求你予阮倒转来，煞你对阮的受气。你甘要永远对阮受气，甘要继续受气到万代。你甘毋过甲阮救我，互你的子民因为你来欢喜。上主啊，求你予阮经验你不变的疼，将你的救恩赐予阮。我要听主上帝所要讲的话，因为伊要对伊的子民，就是圣的子民，应允赐平安繁荣。总是因毋通倒转去行愚妄的路，伊一定会拯救敬畏伊的人，互伊的阳光临在伫咱境内。主爱甲信实相拄，公义甲和平相揽。信实对地发出，公义对天降落。上主赐好物，咱的土地大丰收。公义会行伫上主头前，为伊准备道路。上主不变的疼。诗篇85篇用土地、家园揭开事物。土地是上帝不变的慈爱的具体呈现。要来喊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并信心前往未知之地，进而承接上帝所赐的土地。迄时，伊明白土地是上帝的赐福。希伯来人原本是居无定所、寄人篱下的民族，因为上帝介入赐福甲拯救，成做拥有土地的国族。因为安尼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土地承载着因甲上帝之间的历史，是纪念立约的所在。土地也是定军的所在，是因委身产生身份认同的所在。通讲，上帝使用土地来建立伊甲子民的关系。当以色列人出来急了后，旷野之路成做迈向迦南应允之地的必经路程。迄是无资源的所在，在挑战人民的信心。伫无土地的旷野时期，以色列人经历上帝丰盛的供应。当因来到迦南生活，虽然拥有土地，却失去对上帝的信靠。因为背逆受掠，失去土地，经历亡国。希拉甲布鲁格曼伫土地神学对圣经信仰看土地的赏赐、应允和挑战，意思指出，圣经主要关切的，就是流离失所、渴望土地的议题。土地将来都毋是单纯得知物理性的一块地，是必然永远载负着由历史经验所衍生的社会意涵。土地甲伊所承载的象征意义无法度分割，人必须伫历史时空找到安顿的位置。咱无可能伫逃避、疏离、无委身、空泛的自由下底，找到真正的人性。
以色列人向往含基地的土地，是有上帝同在的所在。这个地方是委身之处，也是身份认同的所在。今仔日，世人呼求上帝，用不变的疼来拯救因，直到伊的荣耀充满规个国土。可见，土地毋单单只是单纯的空间场域，也是历史的舞台，搁较是聆听上帝话语的所在，是错位的心灵不再流离，就会当享受安慰、精神力量。搁活出上帝所要求的生命品质的所在。以色列人民不断对前往土地、失去土地、失去土地，搁再前往土地，对生卖往死，搁对死卖往生之间在摆动，伫得到甲失落之间，行向无共的结局。伫失去得到的过程，也是上帝调整土地上人民生命品质的时阵，互人真实体会无土地的真正性质，乃是通往崭新土地的路径。求主更新咱的意念，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认捌咱所生长的土地。甲上帝同齐看顾伊所属的所在，互咱所徛起的土地，真正诚侪有故事的地方，一个有上帝同在的所在。默想，我所踏过的土地，记载着我和上帝的倒一段故事咧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创造的上帝，我的心充满赞叹。你用土地诚侪形塑我的根基，伫即个土地汝养我，你家己就是我的土地，是我终身之所，是我脚踏平安之地。求你帮助我，伫我所徛的地，顺从你的话语，活出你美好的形象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